咁我哋亦都有其他家族咧，就係都揾我哋做嘢。咁佢同呢個蠔油家族最大嘅分別係咩咧？佢揾到兩個創富嘅秘訣。咩創富秘訣啊？咁其實好多人都唔知道咧，創富咧原來喺70年代甚至80年代咧，第一個要訣咧就用廣告公司。咁好多時咧，因為咧大家冇讀書，唔識 marketing 嗰陣時，啲咩定位啊，啲咩 segmentation 咧，其實係少數嘅人咧係有經驗。就呢啲就係廣告公司裏邊咧嘅 account manager 或者 account director， 佢哋先掌握到呢種語言。蠔油家族咧係掌握到呢一點，所以蠔油係起 Q 嘅。咁但係呢個起 Q 嘅方法咧，去到一個地步之後咧，就開始咧個效益減低啦嚇，邊際效用遞減率啦咁。仲有就係話咧，因為直銷本身咧係反廣告嘅，即係話直銷佢最初嘅原意就係話，因為我唔使廣告，我又唔使分銷，所以咧我能夠俾一啲更好更靚嘅產品俾你，所以廣告係無效嘅。咁於是揾錢又點樣揾咧？於是揾錢第二樣就係要靠獵頭公司啦。咁獵頭公司係做乜嘢咧？就係話去揾一啲喺行裏邊有業績嘅人，而希望就係話透過俾一個 premium， 即係俾一個日價啦，等佢跳槽。而跳槽有咩好處啊？就帶一啲生意過嚟。咁當然咧，呢個咧係要好精密嘅計算嘅。咁但係咧，因為蠔油公司咧，佢自己已經明白廣告絕對喺呢件事冇效，於是佢就大量用獵頭公司或者用我哋啦，因為第一本中文獵頭書《獵頭廣場》就係我寫嘅，咁就係令到一啲行內裏邊咧有經驗嘅行政人員都跳過嚟。蠔油佬咧，因為咧有即係話呢個使錢嘅習慣，呢個係好重要嘅。家族創富咧，其實一定要肯使錢啦。咁於是咧就揾咗呢隊夾埋我諗成1000萬嘅隊伍出嚟咧，就打造咗啲6億生意啊、3億純利嘅超級結果翻嚟。如果中意我哋條片，就訂閱我哋私商授受啦。若果撳埋個鐘仔咧，我哋逢有新片咧都會即時通知你嘅。下條片再見啦。